上红霞飞。是修来的福，如今还人告诉我俩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命也是缘，缘也是命，踏上人生的路。
좋지가 않던데요 Baby 나랑 좋지가 않나요 Hemot sma boto
高高山上有个下午坐着那小姑娘。高高山上有个下午坐着那小姑娘，嘴里嚼的是泡泡糖，心里想的是马路下。Why Siganushka chorgalaya millai maya. Why Siganushka chorgalaya millai maya. Singit din sa
줄 거야 벌써 이 부정 커서 sin balas 밤은 지치고 가다유 죽을 생기된 사파마이 밤에 센 바샤 사주고 부정 굴서 Baby 뒤섞여 좀 많아 Baby 저처럼 손맛을 나 나름 좋지가 않았네요 Baby 나름 좋지가 않나요 네 손 남용 좋지 좋나요 Baby 뒤섞여 좀 많아 Baby 저처럼 손맛을 나 나름 좋지가 않았네요 정석으로
干拉嘛这切根路，屯克屯那上为啥能多拉下？切记干的路几多比难把着，切记能有么能爱很呀咪哟，我的十三这个是的有层啊一站，对他切讲色的没比现我可年纪，年纪切人体上就见没比年的地，没比年的地，没比年的地，哦哦哦哦，这一那切马龙现在能跟爱记哟。Baby 叫他让送马丝啦，我能小气干那真的哟 ，Baby 我能小气干那哟，你怎能用小气修那哟 ？Baby 提上小气马呢 ，Baby 叫他让送马丝啦，我能小气干那真的哟，真的哟。感觉怎么谁的理？马姐的气，滚比谁动机？面前养恰气很得气，恰气很得气，恰气很得气。第四下去的高子那东山里养山，然后没比例那头大马不跑当头，然后年岁内马屁把你子藏屁出的理由，地对我真心头家滴答玩的，这个没比三四有次没办接送，难得起来都为我能地里三顿没送，咋头怪你学龙层米学死学丢，将他认为让拉嘛这个切记干那都有，切记先把正步，当过咱比回去，切记先把正用，老子那个给我巴扎，这样让手给你请的路边才木的人，现在你是都在山边让我让他打你 ，baby 听说说什么能了 ，baby 将他让送马丝啦，我能小气干那真的哟。Baby 我能小气干那哟，你怎能用小气修那哟 ？Baby 提上小气马呢 ，Baby 将头让送马丝啦，你能小气干那真的哟，真的哟。山歌来诉穷也不顾，咱不送进故里。我这波拉这比看苦难，哦看苦难。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人要年头那些的车灯没被擦鞋子之下。音乐是我的精神瑜伽，感觉很放松，然后抛下一切杂念。干那干了，洗那洗了，读那读了，等这样子，俺从吃完了老的呢，就这个样子。运用心很，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天使，让我的退休生活锦上添花。希望农吧，等那康比年之空给组织协比，你东年些落叶，协力罗萨思维人处，每度本来节别查对节音乐的，跟你节康比年之空档，康比年之招啊，康比年之空跟趁这些节节呢，天地也人做了谁在弄啊，嘎死去。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康巴卫视跨年歌会的演出现场，歌声里承载了梦想。1年多以来，康巴卫视是见证了许多年轻人的追梦历程，一张张陌生的脸庞在这里被大家所熟知，一首首全新的单曲也是从这里传向了远方。我从呢普送节音别，真的难在他们；我从呢从年开音别，波巴兰宁巴面。利用罗萨比农的中间百里蹦当，中间百里蹦个弄错。想把它用经济门头的学家呢，罗萨比用强给容许强给啥吧，掐着些着嘞。没错，
香巴拉音乐梦工厂计划是指在通过康巴卫视香巴拉音乐 APP 平台展示藏族青年音乐人，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此计划呢，将从激活藏族音乐产业的角度出发，并且呢，实现多样化的造梦方式，挖掘新晋的音乐人，并给音乐作品和音乐人提供技术和流量支持，让优秀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以及平台音乐线上收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聆听天籁，悦动你心。看完大屏幕，您一定不仅要问了：香巴拉音乐梦工厂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每月产生 TOP 30首歌曲进入中国藏歌榜当月打榜曲库，鼓励歌曲在平台首发。每季度呢产生 TOP 10首歌曲，平台将为10首优秀打榜歌曲创建独享频道，与音乐梦工厂歌单进行主题推广，尊享独有的推广页面，推荐参加各类活动，提供版权保护和直通藏玩等权利。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喜爱优秀的你来到这里，为梦发声，在梦飞翔。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歌曲都是在香巴拉音乐平台首发的歌曲。下面就让我们在青春的歌曲里大胆地与梦同行。首先有请全能音乐人智王桑珠带来新歌《觉悟》。Gracias.
3年的烂醉真也不顾。la la la